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嘅經課唔知大家有冇留意裡面嘅內容呢？分別一開始有詩篇第137篇啦，亦都有耶利米嘅哀歌。可能心水清嘅弟兄姊妹發現呢，就兩篇呢我都已經講過噶啦。稍後呢，我都會 send 翻喺原地俾大家重溫。可能大家聽到呢兩篇經文呢，都覺得同近排嘅氣氛呢都好配合嚇。不過我哋今日呢，就唔會係呢段經文，讓我哋呢首先呢去安靜我哋嘅心靈，我哋一齊祈禱。上主，我哋求你與我哋說話，讓我哋可以喺你嘅聖言當中得着教導激勵。我哋禱告奉主名求，阿門。過去禮拜三呢係咩日子呢？11啦，係嘛？普天同慶嚇。不過呢，我哋就度過咗一個好有意義嘅11假期，就係呢，我哋順利完成咗由社會服務部舉辦嘅全人發展研討會2025生死教會我們的事。讓我哋呢繼續去思考教會係點樣幫助人去面對死亡，點樣去關心一啲面對死亡嘅時候佢哋有啲感受難以啟齒嘅人，又繼續去反思教會嘅門啊，究竟係為誰而開嘅呢？教會有冇不經意咁樣排斥咗一啲帶住自己講唔出嘅感受嘅人，嗰啲故事嘅人呢？讓我哋去努力，讓教會喺生死呢啲大事上邊都成為主場，讓人可以安心表達面對死亡帶嚟嘅一切疑惑同埋感受。其實呢啲都係我哋教會同埋信徒嘅份內事，係咪？今日嘅福音經課呢，就係嚟自路加福音嘅第17章嘅，大家呢都可以一如以往咁樣打開你手上嘅聖經，或者你需要可以聽我讀都得。喺呢度呢，簡單都講下，其實我哋喺入嚟嘅時候呢，大家可以領取我哋教會預備嘅聖經都可以嘅嚇。路加福音呢，頭先講到啦，今日我哋會講17章係咪？但係呢，原來呢個17章係一個好大嘅段落當中嘅。喺第9嘅51節開始，去到第19章嘅第44節，即係9章尾，去到19章尾呢，其實喺路加福音當中係一個好長又連貫性嘅段落，係耶穌同埋門徒直面朝向耶路撒冷旅程當中嘅一切經歷嗰啲教導。路加福音9章51節呢，就咁樣講：耶穌被接上升嘅日子將到啦。佢決定直面向耶路撒冷走去，所以係一個好長好長嘅旅程嚇。當我哋讀到路加福音呢個第9章尾到19章呢個段落呢，你可以同耶穌同門徒一齊經歷呢個旅程。咁由第9章去到今日17章，即係呢一段咁長嘅經文當中，有啲咩話題呢？同你重溫一下。有講到呢，就係要成為受傷者嘅鄰舍啦，即係好撒瑪利人故事啦。亦都有講過耶穌咧俾人誤會為鬼王啊，亦都有警戒嗰啲得個樣嘅信仰，亦都有話到信仰咧要相信主嘅供應，即係麻雀都夠食啦，你唔會咁樣。亦都要警醒啊，提門徒，同埋亦都話俾在座啊，即係當時一齊聽嘅，無論係門徒或者法利賽人聽咧，就係信仰嘅路咧就好似進入窄門一樣噶。亦都記載住咧，耶穌咧就有違佢哋當時嘅宗教條例，即係安息日啦。耶穌喺安息日就治病，亦都有提到要為嗰啲弱勢設筵席。又提到做門徒咧要愛耶穌多過兄弟姊妹家人啊。信徒咧喺世上要好似鹽一樣有影響力。跟住又話到上主咧要尋找迷羊，亦都會接納嗰啲回歸嘅浪子，所以咧就要做忠心又聰明嘅管家。記唔記得啱啱東牧咧就講咗呢一篇啦。喺朝向耶路撒冷嘅旅程當中，接受耶穌教導嘅當然首先就係佢嘅門徒或者跟隨者。故事裏面咧亦都有群眾嘅，亦都有法利賽人出現。呢啲人咧有時咧就作為一啲嘅反對者攞嚟襯托嘅，亦都係加強咗故事嘅豐富。耶穌所教導門徒嘅一整段旅程當中所教導嘅咧，都係關乎天
天國嘅倫理同埋道德，係超越咗猶太人固有信仰，同時咧亦都與當時嘅羅馬文化對立㗎。所以咧喺耶穌嘅教導當中，成為門徒其實係要付上極大嘅代價。路加福音13章23至到24節，所以耶穌就咁樣講，即係當有一個人問耶穌嚇，主啊，咁得救嘅人未好少？耶穌就對眾人話啦：你哋要努力進窄門咯。我要話你哋聽，將來好多人都想入去噶，不過就唔得啦。各位弟兄姊妹，唔知你覺得你入唔入到呢個窄門呢？嚟到今日嘅福音經課，即係17章吓，嚟到今日嘅經課噶啦。首先談論嘅係咩話題啊？就係不要絆倒人。路加福音第17章1至到2節，耶穌又對門徒話啦：絆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絆倒人的有禍了。人若把這小子中一個絆倒嘅，還不如將磐石啊存喺佢嘅頸項上，掉落海啦。咁其實經文就好簡單直接噶噃，係咪？耶穌警戒門徒唔好絆倒人咯。絆倒人嘅事其實講緊咩呢？絆倒人嘅事簡單講啊，可以引申做兩個範疇啦。第一個範疇就係引誘人犯罪嘅事，第二個範疇就係讓人離開上帝嘅事。所以好易理解嘅，即係絆倒人，其實好多經文都用即係棘一棘腳啊，總之令到人哋咧離開個信仰咯，或者令到人都想犯罪嘅事。而小子咧，可能咧係講嗰啲剛剛加入群體嘅人啦，即係如果以今日嘅講法，可能係嗰啲啱啱信主或者慕道嘅人啦，又或者其實係講緊嗰個群體當中咧一啲唔起眼嘅人，俾人忽略嘅人。唔知你返咗善樂一段時間，你覺得你係會忽略人嘅人，定係你係被忽略嘅人呢？呢一個小子呢個字喺呢個經文當中呢，不過呢可能係一個誇張手法嚟嘅啫。換句話講呢，其實呢兩節經文要講咩？就係提醒門徒，提醒就係耶穌提醒門徒嚇，你要留意自己嘅一言一行啊，警告佢哋。如果因為你哋嘅言行引誘人犯罪，或者離開信仰，或者對信仰產生疑惑，即使受你影響嗰啲，只係群體當中最唔起眼嘅小人物啊，即使係微不足道嘅人，如果你影響佢離開上帝，甚至犯罪，你係好大罪噶，就好似揾嚿石箍住人條頸掟佢落海一樣咁嚴重噶。你要小心自己一言一行。有冇影響人哋返呢個教會？究竟有冇追求真正嘅信仰？呢個就係耶穌講嘅嚴重性。所以小子唔純粹係講嗰啲初信或者小人物，而係話呢一個引誘人犯罪、讓人離開信仰呢件事大到你以為只係影響一個你見唔到或者你無留心嘅人呢，個罪都係好大嘅。大家明白嗰個誇張感未啊？耶穌嘅語氣就係咁激烈啦。跟住耶穌接住講咯噃，路加福音即係17章3至4節就話啦：你哋要謹慎，如果你嘅弟兄犯罪，就規勸佢啦；如果佢懊悔，就饒恕佢啦；如果佢一日7次得罪你，又7次回頭，就仲要講我懊悔了，你總要饒恕佢啦。咁所以大家學到個即係呢個魔法語言啦，即係如果有即係教會有啲比較即係嚴謹啲嘅人啊，即係對人即係唔係好寬容嘅人，你就同佢講：哎呀，我懊悔啦！咁冇辦法，佢都係要饒恕你啊！即係今日就已經示範咗2次噶啦，起碼警戒門徒唔好犯罪啊！警戒門徒唔好做一啲令人犯罪或者離開上帝嘅教導之後咧，耶穌竟然突然間講饒恕，你唔知你覺得駁唔駁得埋嘅咧？即使弟兄姊妹一日7次得罪我哋啊，只要佢表達懊悔又悔改咧，我哋要饒恕佢，係嘛？嗱，呢度7次咧，仲要你記住，唔係真係數嘅，係講緊象徵無限寬容，犀唔犀利啊？不過驟耳聽落，其實呢個教導都常聽啦，係嘛？
即係都係耶穌教，一般都係咁教噶啦，要寬容啊嘛。即係佢喺下邊瞓覺，你寬容佢啦，係咪？佢遲到你寬容佢啦嚇。不過咧，就係啲細節咧，我哋大家都要一齊欣賞同埋細味嗰噃。首先咧，耶穌呢個有關一個寬恕嘅教導咧，佢係指住我哋要饒恕一啲，因為你會去勸誡而懊悔又悔改嘅弟兄姊妹，聽唔聽得明啊？嗱，所以有學者喺度強調噶，耶穌咧唔係談論嗰啲冇悔改、冇勸誡嗰啲廉價饒恕啊，唔係講呢部分噶。如果冇對質又冇完全嘅復和咧，根本呢啲就唔係聖經教導嚟嘅。學者強調冇呢樣嘢噶，冇嗰啲冇懊悔又冇悔改嘅饒恕噶。學者講噶，唔係我講噶吓。另外咧，亦都要留意，當耶穌提到若果你嘅弟兄姊妹犯罪，就要勸誡佢。所以精神啲啊，各位聽到吓。所以其實門徒咧，係先要願意持續咁樣指出你身邊弟兄姊妹嘅犯錯噶，即係你學饒恕咧，你唔可以齋學饒恕噶，你要先學咩啊？你要先學指出你身邊弟兄姊妹所犯嘅錯啊！你唔肯指出，你唔持續指出，你唔好諗住你要學饒恕啊！即係耶穌其實咁嘅意思。你諗一諗都幾難嘅，你諗一諗。你見到個弟兄姊妹犯錯，即係遲到啊、瞓覺啊、諸如此類啊咁。嗱，點解我強調犯錯唔係罪咧？的確係，即係我哋讀聖經有時我哋唔一定將所有嘅罪呢個字咧理解為就係即係道德或者律法嘅罪。有時佢個語境只係講緊一啲犯錯，即係唔理想嘅行為偏差嘅啫嚇。所以唔一定我哋即刻就要進入罪嘅討論。犯錯啦，我哋姑且就當。你諗一諗，即係有弟兄姊妹犯錯，佢哋嘅對唔住，我改咁。第二次又你要遵守，喂，你又錯，對唔住，我改。第三次，對唔住，我改。第四次、第五次、第10次，你願意開聲提醒佢幾多次啊？你心裏面有冇 counter 㗎？嗱，我呢啲有個小氣寶嘅人咧。我有噶，即係去到第3次咧，我係好上火噶啦。我講第4、第5、第6、第7，我係會繼續講嘅。但係第4次我已經真係即係有一種即係超越港台嘅激烈噶啦。你自己咧，你覺得你咧，你會願意講幾多次噶？你係一個點嘅人噶？你見到人哋犯錯，講1次夠啦，講2次夠啦，講3次仲講唔講落去咧？你咁一般 common sense 即係日常生活咧3次啫嘛，俾機會係嘛？即係 probation 3次嘅啫，所以你首先要學突破自己嘅界限，要輸多幾次。督促多幾次，你起碼要學習肯指出人哋嘅錯誤。如果你唔係一個願意指出人哋錯誤嘅人，你冇資格學饒恕。哇！真係咁弊啊！咁跟住你又諗啦，喂，即係你會同我講，喂，一個人重複犯錯，次次同你講會悔改，其實代表乜嘢咧？你會唔會咁諗啊？喂，代表乜啊？呢個人次次咁樣講完又犯錯，講完又犯錯，代表乜嘅咧？唔係講咗幾年要專心翻崇拜，都係咁，係乜嘢意思咧？好多人都已經問我啦，喂，點解我哋當中有弟兄姊妹係咁咧？我哋都要俾佢侍奉咧？好多人質疑我呢樣嘢嘅，點解我哋要繼續咁樣？點解？真係唔知點解。起碼我哋要學第2樣嘢啦，即係頭先就話你突破自己界限，勸誡多幾次啦，係嘛？第2咧，你要記住，無論幾多次，佢真係真誠道歉同悔改咧，你要接受嘅。
咁當然即係我哋頭先個難題就乜嘢叫真誠啦，係嘛？咁咩嘢叫真誠咧？係邊個去做衡量啊？交翻俾佢同上主咯。嗱，弟兄姊妹，呢個咧係好難嘅教導嚟㗎，對我哋教會嚟講都係一個好巨大嘅挑戰。挑戰乜嘢啫？究竟我哋點樣平衡接納一個持續犯錯又願意悔改嘅弟兄姊妹，持續要接納佢嘅，又點樣平衡教會嘅綱紀紀律呢？我哋有冇一啲制度可以一方面接納每一個願意悔改又回轉嘅弟兄姊妹，另一方面要保護嗰啲可能因為呢一種弟兄姊妹而傷害或者個見證做錯咗，影響其他姊妹喺個信仰上失腳嘅人，我哋點樣能夠平衡呢兩方面？即係你諗下，如果我哋全部侍奉嘅弟兄姊妹都一齊遲到，一齊唔專心，一齊唔預備，其他人喺呢度嘅崇拜者點會認真崇拜呢？咁成個崇拜咪唔似樣？得唔得嘅呢？唔得噶，但係點平衡呢？係嘛？聖經嘅教導我哋要持續接納悔改。喺呢個話題嘅時候呢，雖然我要強調下，其實經文係冇處理呢個無限饒恕同埋教會嗰個紀律嘅問題噶。耶穌唔係想談論呢個問題，但係起碼我哋要記得一樣嘢，今日嘅經課剛剛第一個教導係乜嘢啊？如果你將嗰個教導擺落嗰啲重複犯錯又願意悔改嘅人呢，你要提醒我，而家要提醒嗰啲人，耶穌係有嚴格警戒嘅，就係如果你嘅行事為人絆倒人，讓人離開上帝，讓人唔專心侍奉，你引誘人犯罪嘅話呢，你等於殺咗人啊！你要受上帝嘅審問嘅，好嚴重嘅，你要記得呢樣嘢。可能呢段說話呢，我要即係連續講好多次，俾好多弟兄姊妹聽下。經文嚟到呢度呢，又突然間好得意嘅。如果你已經睇咗落去，你就知啦。聽到耶穌要弟兄姊妹啦，饒恕嗰啲重複犯錯又願意悔改啲弟兄姊妹呢，之後啊，門徒做啲咩啊？門徒其實呢，就冇回應耶穌呢個教導噶，係嘛？即係耶穌有啲門徒冇話耶穌你教訓得是，我係饒恕啦，冇咁應嘅。反而佢問乜嘢？使徒嗱，呢度突然間有個使徒，我唔斟酌呢個字啊，我哋當係門徒啦，就對主說啦，請加增我哋信心。無啦啦講信心，咁耶穌就話啦，你哋若有信心，好似一粒芥菜種咁樣，即使對棵桑樹話你連根拔起喺海裏面再種啦，佢都會聽你話。哇，好奇幻噶係嘛？好奇幻嘅呢度。第5節經文就話啦，使徒對主說，加增我信心。要理解呢個信心呢，究竟講乜啊？嗱，釋經學者就提醒我哋或者提議我哋啦，要睇翻個上文下理。咁啊，上面就啱啱講到咩道理話？啱啱講完嘅係饒恕，係嘛？即係話耶穌要求門徒要不斷饒恕嗰啲悔改又願意改過嘅弟兄姊妹嘅話咧，呢個情況咧，門徒就要求要有信心。所以根據上文下理係講緊咩？就係門徒覺得啊，哇，要饒恕呢一啲人都要幾多信心啊？呢個問題係明唔明啊？明唔明個語境啊？好多信心啊！真係，真係求主你俾信心我啦！我點係咁饒恕呢班人啊？真係我真係不如冚埋牆算啦！我而家就想，你可以想象噶，原來對門徒嚟講，饒恕一個重複犯錯又願意悔改嘅弟兄姊妹咧，係好難，係要莫大嘅信心噶，係非人能做噶。但係耶穌嘅回答咧，你要聽出個即係耶穌嘅。即係嗰個教導嘅威力啊！耶穌其實係串緊佢哋嘅。我讀一讀下，耶穌其實講咩？信心唔使好大嘅咋，你有粒芥菜種咁細嘅信心啊！你對住棵樹話，你自己連根拔起，走去海度啦，佢都跟住做啦。跟你話咁奇幻，咁都得？咁跟住就要問嗰啲門徒，你覺得咧饒恕一個重複犯錯嘅弟兄姊妹奇幻啲啊？定嗰棵樹自己彈起去海嗰度自己仲奇幻啲啊？你覺得邊樣難啲啊？少少嘅信心啊，棵樹走去自己種都得啊！你同我講饒恕弟兄姊妹要好多信心，
耶穌係串緊嗰啲覺得要好有信心先饒恕到嗰啲人，即係我呢啲人啊，邊使好大信心嘅啫？邊使好多屬靈嘅智慧嘅啫？邊使好多道德嘅責難嘅啫？饒恕個人啫嘛，你使乜咁掙扎啫？點解你唔肯饒恕咧？耶穌就係講緊俾呢啲人聽，你就係饒恕啫嘛，有幾難？所以耶穌冇回應門徒嗰啲關於加增信心嘅請求嘅，冇嘅。耶穌冇回應呢個請求，耶穌甚至唔聽呢啲祈禱，因為耶穌覺得饒恕人同信心大小無關嘅。耶穌係暗示直指信徒係唔可以以缺少信心為由做唔到耶穌教導嘅，唔得嘅。你有冇信心都要做嘅。因為呢個只係信徒嘅責任，而且你要做好榜樣，所有識得你嘅人都會睇你點樣做信徒嘅。講到嚟到呢度呢，其實就好簡單嘅，我相信個內容好清晰、好具體。收翻一級，不過呢，我就想帶大家再深入一點思考呢個路加福音。咁我要同大家溫習一下，唔知記唔記得呢？其實路加福音作者係邊一位啊？我哋話路加啦，係咪？咁佢第一位嘅對象喺路加福音記載係邊一位啊？提亞非羅大人，係咪？嗱，嗰個稱呼已經暗示咗好多嘢噶啦。咁我喺另一篇講道講過，我好簡單再講。提亞非羅呢個意思呢，其實就係神鍾愛嘅人，或者係神嘅朋友。咁啲學者同意呢，一定有呢個人嘅。不過提亞非羅呢個名係咪真嘅呢？就未必嘅，可能係化名，因為擔心啊嘛。即係如果即係作為一個羅馬政權好重要嘅大人，竟然信咗耶穌呢，咁有機會需要有化名嘅。咁所以提亞非羅可能就係佢信徒群體當中稱呼佢嘅名。所以我哋未必揾到羅馬世界2000年前有一個叫提亞非羅嘅官，但係我哋相信呢個叫提亞非羅嘅信徒領袖呢，應該係羅馬一個位高權重嘅人，甚至好多學者推斷呢，類近我哋今日講特區首長。OK， 大概係咁嘅位置。咁啊，作者路加呢，其實係將成本路加福音同埋使徒行傳交託咗俾呢個提亞非羅嘅。意思係咩？其實相信佢係一個熱心嘅基督徒，而且有屬靈嘅權柄咧，得到個群體認同啊。所以喺嗰個路加咧，其實係想提亞非羅喺個群體度讀呢個福音同埋使徒行傳嘅。所以好明顯呢個提亞非羅咧，唔單止位高權重，喺信仰群體當中咧，都係德高望重嘅。講到我一開始咧就提到啦，耶穌教導門徒天國嘅倫理同埋道德咧，係超越咗猶太人嘅固有思想啦，亦都對當時主流文化係對立嘅。其實係要付好大代價㗎，係咪啊？對提亞非羅嚟講咧，別具意義啊！呢個羅馬人身居要職，位高權重，相信佢係面對羅馬嘅文化同埋信仰群體耶穌嘅教導咧，好大掙扎。而家我想帶你，或者我哋一齊，你試下代入提亞非羅，你再睇頭先嗰2-3個教導，你有咩感受嚇？嗱，作為一個2000年前羅馬帝國有權力嘅在上位者，呢個提亞非羅咧，根本就係打橫行都得嘅，係嘛？佢邊使睇人面色嘅啫？邊使留意自己言行有冇影響人㗎？佢點做都得㗎啦。佢身邊嘅人點樣做，關佢叉事啊？大人嚟㗎，佢話晒事㗎啦。佢根本唔需要考慮嗰啲小人物、邊緣人。但係福音書嘅作者路加透過耶穌嘅教導，就暗示提亞非羅，你要以信仰嘅行事為人，與人相處㗎。你作為一個大人、位高權重嘅人，你唔單止擁有權力啊！你係要留心自己嘅言行對其他人嘅影響嘅，呢個係顛覆咗羅馬社會嗰種階級文化嘅。
羅馬世界就係位高嘅，根本就係因為佢有權力，而下邊嘅人要聽佢講。調翻轉嘅，原來因為你有權力，你要考慮照顧比你位低嘅人。仲唔單止，即係呢個教導你再聽落去，耶穌係要求信主嘅人咧，連最不起眼啊嘢，嗰個提阿非羅大人都要負責啊嘛，係嘛？你諗諗呢個提阿非羅平日見咩人多咧？即係應該都係見啲大，即係同佢同等地位大人多嘛，因為階級觀念好重。其他啲大人佢都未必理到啦，仲要叫佢理佢身邊嗰啲小人物、僕人啊咁樣，哇邊得時間啊，係嘛？其實弟兄姊妹，越有身份地位影響力嘅人咧，喺耶穌嘅眼中，你越要小心自己嘅言行有冇絆倒人㗎。你有冇做咗一啲引誘人犯罪、離開上帝、對信仰疑惑嘅嘢呢？有時我哋會見到呢個世界都係嘅，越有權位嘅人咧，越我行我素嘅，越唔理其他人嘅，越根據自己原則做嘢嘅。而且身邊嘅人咧，基本越嚟越唔會提醒佢噶，係嘛？唔知道你見唔見到好多呢啲人呢？你諗下，提阿非羅大人身邊嘅人咧，係咩人居多呢？敢講真話嘅人多啊，定係阿諛奉承嘅人多呢？你想象到係嘛？所以福音書嘅作者對提阿非羅大人嘅提醒係好具體嘅，就係你先要處理好自己品行，為自己品行負責啊！咁我哋搬嚟呢度之前呢，人事部啊同我做年度檢討。咁啊，我成日都將啲小故事講下，咁啊問及我一啲關於教會發展嘅擔憂啦。咁啊，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啦？咁啊，其中一樣我提到咧，其實當人數增加之後咧，而且個距離之後咧，我哋呢啲牧師啊，再蒲呢啲咧，同你哋距離始終慢慢關係會改變嘅。可能群體越大咧，喺當中嘅人咧，就越唔容易向我哋群體當中嘅牧師啊、領袖啊、執事啊，去提出一啲意見，甚至相信大家都見好多嘅。其實好多教會啲弟兄姊妹咧，唔敢同牧師講：哎呀，牧師你今日真係有啲咩做得唔好啊！好難嘅，好難。所以咧，我就鼓勵啲執事啊、啲董事長啊，就要做榜樣。個榜樣係咩咧？就係要喺大家當中，間唔中咧就同我哋呢啲牧師啊，就公開啊提點一下我哋。唉，頭先思翰你就太激烈啦，唉，頭先咧你就唔夠寬容啦咁。如果我哋當中啲領袖都願意俾弟兄姊妹見到呢個榜樣咧，啊咁大家就願意講下啦。唉，即係思翰你下次都係即係唔好咁激烈啦。咁可能弟兄姊妹就咁同我講噶啦。咁當然我哋嘅前提就係我哋要盡量和氣，盡量有禮同埋互相尊重啦。又諗翻你自己咯，在座當中，我相信都不乏咧一啲有位置嘅人。簡單，你可能係上司，可能係家長，可能係老師，可能係前輩，可能係教授，可能簡單如導師。而無可避免呢度所有人咧，都係我哋當中啲小朋友同埋少年嘅前輩噶啦，你冇得甩噶啦。你一定係人哋嘅前輩嚟噶啦。你有冇時刻留意自己嘅言行，究竟對緊學生、後輩、兒女有正面嘅影響，定係負面嘅影響呢？你嘅一言一行係讓人哋更加認識嘅信仰，定係更加遠離嘅信仰嘅呢？各位善樂人，你喺善樂嘅生活，係令我哋當中嘅初信者、慕道者覺得要更加認真對待信仰啊，定係更加隨便咁面對信仰嘅呢？然後我再次邀請你再代入提阿非羅嘅身份咯，你又諗一諗關於饒恕嘅教導。作為一個長官，佢點樣去饒恕一個重複犯錯嘅人呢？你覺得點做呢？耶穌教導嘅挑戰呢，其實係唔單止挑戰提阿非羅嘅社會階級噶，更加係一個提醒提阿非羅，如果提
提阿非羅大人除咗所謂羅馬嘅身份之外，佢仲有一個教會領袖嘅身份啊嘛。所以經文裏面咧不斷強調嗰個係弟兄姊妹啊，提醒緊提阿非羅大人，你面對緊嘅群體當中嘅人，唔係呢個社會當中一般嘅人，係你屬靈嘅家人。既然係家人啊，就唔能夠以呢個世界羅馬社會嘅嗰啲階級同埋功能嘅文化嚟到處理教會嘅人際關係，唔得㗎。所以福音書作者路加咧，既然信任咗呢個提阿非羅大人，可以值得信任，而且將路加福音使徒行傳託俾佢去讀俾個群體聽，佢其實係期望緊呢個提阿非羅大人，佢真係能夠做到呢個群體嘅家長。各位善樂人，各位弟兄姊妹，你喺呢個地方生活，你係帶緊一啲咩原則同弟兄姊妹相處交誼嘅呢？我哋不斷強調緊屬靈嘅家，不斷強調弟兄姊妹，你係唔係真心相信嘅呢？你身邊嗰一位係咪你會願意不斷去勸誡，又不斷去接納嘅家人呢？作為在上位者，即係上等人提阿非羅，肯定好多僕人噶啦，係咪？即係而且羅馬世界有所謂奴隸制噶。跟住請你讀一讀睇一睇，當佢讀到17章7至到10節，關於主人同埋僕人嘅比喻，你試下讀下，或者我讀俾你聽，睇你讀唔讀到一啲言外之音。我讀俾你聽下。你們當中啊，有邊個僕人耕地或者放羊，喺田裏面翻嚟就對佢話：唉，你快啲坐低食飯啦！咁佢點會唔係同僕人講：你幫我預備晚餐，束上帶子服侍我，等我食完你先食啦。僕人呢，然後照住吩咐去做啦。唔通個主人仲要多謝佢啊？咁樣啊，你哋啊，做完一切吩咐之後，你只要話：唉，我係冇用嘅僕人，呢啲都係我份內事。提阿非羅大人讀到呢段，你覺得佢咩感覺啊？其實耶穌意思好簡單啫，係嘛？我叫你點做就點做啦，你照做只係本分嚟嘅咋？唔通你仲想上主同你講多謝啊？係嘛？嗱，路加就借住耶穌把口，就咁樣同提阿非羅大人講啦。上主叫你點做點做啦，你仲想上主欣賞你啊？同你講多謝啊？你自己都係一個主人啦，你都咁對僕人啦。你知唔知你啊喺上主眼中就係一個僕人嘅咋？你侍奉上帝，彈樂器，做招待，做執事，做牧師，上主要多謝你啊？你諗清楚，上主要多謝你。我哋只係無用嘅僕人，做好我哋份內事係本分。各位善樂人，各位弟兄姊妹，你係要經常拷問你嘅內心，你嘅侍奉係咪心甘樂意？係唔係以耶穌為主，自己為僕人嘅態度？你要經常反思呢一個嘅教導。你作為一個侍奉者，係唔係一絲不苟嘅呢？配唔配得上稱為上主忠心嘅僕人呢？今個禮拜嘅家書呢，我其實好感動。永生長老就提醒我哋，真係唔好以為我哋有硬件嘅理想咗，有啲嘢好咗，我哋真係從此就快快樂樂。
一個信仰群體好容易喺一啲好簡單嘅原則失腳嘅。我哋大家都要聆聽上主嘅教誨。釋經學者咧有個觀察嘅，就係喺路加福音當中咧，原來咧你即係頭先我輕輕講過一啲教導，當你再讀一次，你發現咧，原來路加福音嘅教導咧偏向要門徒關心嗰啲小人物啊、唔起眼嘅人嘅，甚至經文今日就提到啦，嗰啲因為犯錯而俾人排斥嘅人咧，喺路加福音嘅教導當中，耶穌特別關心噶。即係簡單講係邊啲人，就係你幫咗佢係冇着數嘅人。原來喺路加福音當中咧，特別想強調噶。對提阿非羅大人嚟講咧，佢身邊嘅主要都係小人物啊、僕人啊咁，但係佢要即係應對嘅一定係大人啦，係嘛？但係按照耶穌嘅教導咧，信徒教會嘅焦點就係嗰啲下把位嘅人。就係容易被忽略唔起眼嘅人。各位弟兄姊妹，我哋唔可以有任何理由噶，我哋唔可以唔覺意、唔在意、唔發現我哋中間俾人忽略嘅人，亦都唔可以忽略我哋嘅言行嘅。唔知我哋有冇因為我哋自己嘅地位身份唔自覺咁樣排斥咗一啲人呢？甚至將呢一種心態帶翻嚟教會屬靈嘅家呢？經文提醒提阿非羅，提醒你，提醒我，要我哋知道喺上主面前，我哋係僕人。其實我哋喺上主眼中就係小人物咯，係嘛？但係上主竟然願意拯救我哋呢班小人物。你係邊個？你竟然夠膽影響其他小人物離開上主？你呢個僕人，你要小心。弟兄姊妹，讓我哋正直而又一絲不苟咁樣作人哋嘅榜樣，讓我哋勇於糾正弟兄姊妹，又接納認錯悔改嘅人。呢啲就係我哋作信徒同埋僕人嘅本分，係唔需要咩信心嘅，亦都唔係應該要求回報讚賞嘅，因為呢啲都係我哋嘅份內事。各位善樂人，各位弟兄姊妹，讓我哋一同去聆聽上主嘅教誨，做好我哋嘅份內事。讓我哋一齊祈禱。親愛嘅天父，感謝你賜下你嘅話語，教導我哋係點樣作上主嘅僕人。求你教導我哋以正直嘅行為作榜樣，以無偽嘅愛心對待弟兄姊妹，又勇於糾正犯錯同埋饒恕願意悔罪嘅人。願我哋嘅生命活出信徒嘅本分，作主忠心嘅僕人，成為你榮耀嘅見證。祈禱奉主名求，阿門。